拥戴我主为王，升高在宝座上。我的心痛痛，痛痛为我受伤，千秋万岁无疆。我国多远众生灵充满我。就等一下，可以，等一下诗会站上去之后，我们就站起来唱啊，这声音。全程还是戴口罩戴着啊。
在聚会开始前，因为政府虽然还没有开始严格执行每个人的座位距离，但如果不是同一个家庭，麻烦大家还是我们超前部署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距离，请大家保持。主在身中，主在身边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用一场瘟疫，让我们重新学会要谦卑在你的面前。每当我们能一次一次觉得有了新的突破的时候，又仿佛回到了原点。我们并没有像约伯那么大的信心，但求主用我们可以承受的信心教导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用平静安稳的心，在你面前求主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信良诗选第38首《永待我主为王》。
让我们一起攻读《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诗篇第19篇1至14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大家可以看投影片。白色由我来攻读，黄色请慧中来印。请。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最后，我们一起请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公祷，我们一起为普世国家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为中欧国家捷克祷告，让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宗教区教会祷告，嘉义卫理堂林天福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儿童及青少年放寒假时对生活及休闲活动的安排，可以得着身心健康祷告。我们最后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工作顺利。我们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苏品纯弟兄为我们读今天的经课。本周经课第一经课记载于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8章1至3节，以及5、6节、8至10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广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里展开着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让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悦是你们的力量。”第2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第12章12至31节，12节起。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不用着装饰，但上帝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爱，我今日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由我攻读路加福音4章14到21节。路加福音4章14到21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喜悦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在这时刻。
愿诗班美妙的歌声荣耀主的名。接下来，我们请本堂蔡牧师为我们证道，迎新年接喜年。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刚刚我们的诗班很规律的、很好的，在每一个格子上面，就是都有一些的间隔跟距离，那彼此有安全的距离，然后唱诗的时候也比较安全跟放心，这是很好的。所谓的自律，就是不用别人要求，我自己可以把事情可以做好。所以，如果你是有奴役性格的，我们说奴役性格就是他必须要被人家驱策的人，他要被别人要求他才会做的时候，那个叫做奴役的性格。但是如果你能够自律的时候，能够自己把事情做好，那个就是一个更好的表现，就不用被别人来逼，或者是被别人来要求。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自律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要被人逼或者是要被人要求的人。在3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老牧师的丧礼，真的要对我们的诗班觉得敬佩跟感谢哈，因为3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老牧师的丧礼，那他们是另外一个教会的诗班，当他们进来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那我就请他们说，请你们就是要量体温，然后要喷酒精，要戴上口罩。那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的指挥，或者是他们的哪一位就是带领的人，他一进来就告诉我说，我们是诗班，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你知道我心里面在想说，对，也许你是诗班，也许你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那你更应该要自律。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一个好的服侍者应该是一个可以自律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人家要求的人。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疫情已经渐渐好像开始又要回到像去年那样严峻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这样的凭信心来做礼拜。我们弟兄姐妹也非常的自律，现在大家几乎都是自行的梅花座了。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安全的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愿荣耀归给主，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安全的状态下，我们依然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那希望大家也不要介意。那有一个乞丐，他在他的牌子上面就写了一段的话啊，他在这个市场里面人来人往的市场里面，他写了一段的话。他说：“我是一个聋哑人士，那请给我一点钱。”好，那有人经过他的旁边的时候，就怕说是假的，所以他就故意跟这个乞丐说：“哎，我不认识字，你里面写什么？”这个乞丐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钱包被人家扒了，然后我身上没有钱，所以请你给我一点钱。”然后结果这个问这个乞丐的人问他说：“哎，你不是聋哑人吗？”然后这个乞丐，那个聋哑的乞丐说：“你不是不认识字吗？”听得懂意思吗？其实2个人互相骗来骗去啊。那当然，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有时候爱心要用在对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都用在一个不对的地方，或是不对的人身上。求上帝给我们能够把爱心用在对的地方、对的人，好让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得帮助。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爱心也需要智慧的。所以愿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叫做有智慧的爱心，能够这样来行出来。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新年的开始，大家都有很多的励志，那当然励志也常常会有一些的失败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当然励志至少是往一个好的方向走的，不是说我们就好像会失败，说我们就不励志了。励志至少是往一个好的方向走的。最近我看到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新年的愿望，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看过，也许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意愿或是你的愿望。这个从2019年开始，他就立下这样的心志了啊。他说，
可能很早前他就希望要减重10公斤，可是后来他发现没有办法，多一个点好了，今年可以减1公斤也可以啊。希望能够存100万啊，也很大的目标，但是后来发现跟事实有点不符，那少个0好了啊。能够爬玉山，哇，这个台湾第1高峰，可是后来发现可能上不去，能够爬个象山可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带老婆去函馆，函馆知道在哪里吗？日本的函馆，对不对？要去看夜景，可能最好还是去公馆好了，恐怕出不去了啊。好，然后带着这个太太要去香港买房产，哇，香港的房产是很贵的，对不对？可是算了，还是去北港买土产就好了，好不好？啊，然后最后他说什么？要去巴黎吃米其林餐厅，然后买包包，结果后来也是删掉，去巴黎啊，台北淡水那个巴黎，然后吃什么？吃冰淇淋，然后去买挂包就好了。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哦，我有好大的期待，好希望可以做些什么，但是后来会越来越缩回来到现实的情况。但是不管如何，至少我们有一个方向跟目标在走哈。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其实能够1年减1公斤也不容易哈，真的要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毅力跟耐心了哈。也许他每1年只减1公斤，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今天读了圣经。开始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年的所谓的真正的我们叫做路加年的一个内容的里面了。那为什么要特别叫路加年？我们的教会的年历里面，每3年是一个循环，那3年里面是用每一卷的福音书来当做一个主轴。那我们会说圣经有4卷的福音书，那为什么特别用3卷？因为第4卷的福音书它是配合在这3卷的里面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每3年的时候是一个循环，来讲述耶稣的生平，在每1年的当中，透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平，然后最后约翰福音是掺杂在这3个福音书的每1年的里面，来去掺在这个里面。因为每一卷福音书对耶稣的描写都不一样。各位如果有看福音书里面的话，每一卷福音书对耶稣的描写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马太福音描写的耶稣是君王的耶稣，他是人，他是上帝所设立的弥赛亚，是君王。如果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在描写耶稣是上帝的仆人。但是如果是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是一个具有人性的，是一个具有人性的耶稣。他不是一个只有神性的耶稣，他是一个人，完完全全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说上帝离我们很远，其实上帝并没有离我们很远，上帝离我们很近的，他就成为像我们人一样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他能够体会人的需要，他了解人的感受，他并不是好像高高在上，好像觉得你们世人都达不到我的标准，不是那样的。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体贴人的感受，他了解人的需要。所以路加福音专门在描写耶稣的人性，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耶稣。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耶稣是特别亲切的，因为他跟人是相当的贴近跟接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1年我们要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进入在路加福音里面，去看看人性的耶稣，他在人性的方面，他怎么去看待人，他怎么去对待有需要的人、穷人或者是谦卑的人，他怎么样去来对待耶稣？耶稣怎么样来对待这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不同的人？所以圣经里面你会看到路加福音充满很多的人性，包括耶稣的怜悯，或是耶稣对于那些失丧的人他的态度是什么。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所看到的耶稣的故乡。请大家看一下，在地图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字，那个叫拿撒勒。耶稣从小到大就在这个地方长大。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它并不是在靠海的地方，它也不是在地中海，也不是在加利利海，它是在比较内陆的地方。那各位可能知道说，在这个圣经里面描写说，他的父亲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他是一个木匠，所以人家都说他是一个木匠的孩子。他是在拿撒勒这个地方长大的。但是各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在拿撒勒长大，但是事实上，拿撒勒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圣经上面，如果各位看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叫拿但业的人，他曾经评论过这个地方。他说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各位，你知道在
我的家乡在台南，我的家乡有一个港口叫做安平港，知道吗？那我们常常有一个俗语叫做“喝茶不老贵安平港”，意思就是说，好的东西是不会流到安平港那边去，意思表示那个城市已经没落了。它过去是一个很好的海港，但是它渐渐的没落了，现在反而是高雄是很好的港口，可以容纳很大的船。以前的船可能比较小，吃水比较没有那么深，所以安平港就可以进去。但是现在安平港已经淤积了，所以不会再有那个叫做当初的荣景。所以安平那个地方已经渐渐的没落，变成比较小的乡镇。所以拿撒勒也是一样，拿撒勒也不是一个大的城乡，它也不是一个大的市镇，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城镇。这个是现在的拿撒勒的一个城市的样貌。那当然现在已经是比较都市化了，因为这个土地小、人口多的关系，所以洋房各方面都有，所以你会发现它已经跟过去已经比较不一样。但是早期的时候，拿撒勒这个城市它并没有这么多的住人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农村乡下的一个小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并不是出来马上就是一个很辉煌的成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耶稣马上一下子就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是每一个各乡镇他去服侍的时候，渐渐的有人愿意来跟随他。所以当他被魔鬼试探完了之后，受洗完被魔鬼试探，然后他出来之后有圣灵的能力。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刚刚前面的地方提到，他到各乡各城镇去，在那里布道，在那里讲道，在那里服侍。他到每一个会堂去服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并不是一开头就是一个大布道家，他仍然是按部就班的到会堂里面去成为讲员，去在那边服侍当地的弟兄姐妹。好，那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早期的会堂的一个样式样貌。好，然后如果各位，我希望今年我们真的可以成型，如果不能成型的话，至少我们希望用照片来凭吊一下。各位其实如果有机会到马祖去的话，马祖的房子很多都是像这个样子。好，这个是什么样的房子？是石头屋叠起来的。好，那以前犹太人他们的房子也是像这样，他们是石头屋搭建起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会堂。现在的拿撒勒的这个会堂不是真实的会堂，它是去把它重塑起来，好像是当时的会堂的样式。所以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到各会堂里面去教训人，然后众人都称赞他。耶稣不是先去当一个大布道家，耶稣也是一样进到会堂里面去帮助人。耶稣也是到会堂里面去分享信息，很多的人就称赞他，知道耶稣的讲道很好，知道耶稣能够来接纳罪人，知道耶稣能够医治病人，他祷告必有病得医治。很多人喜欢来跟随耶稣。跟各位介绍一下，在会堂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摩西座。好，那其实摩西座，各位其实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礼拜堂里面也有。各位现在我们的司会跟牧师座的这个位置，这个叫做摩西座。摩西座是什么意思？在会堂里面，过去的犹太人10个成年的男子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就像我们现在的礼拜堂一样，10个成年的犹太男子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然后当你要在里面做礼拜的时候，讲道的人或是读圣经的人，他就要坐在这个摩西的座位上面。为什么叫摩西的座位？因为表示对律法的一个尊重。摩西是传递律法的人，所以摩西座的意思就是站在那个讲律法的或是教导者的那个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会堂里面通常都会有这个椅子会排在这个讲台的旁边，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意的。以前我也不是很知道说这个用意是什么，有时候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会觉得很不自在。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在看着这个坐在台上的人。那当然后来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这个位置是很有特色跟用意的，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让人们知道说，不管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谁，我们应当都要很恭敬的态度来听这个人的讲话，因为他就代表了摩西在当时的一个教导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跟位置，去教导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位置上面是一个很慎重的角色，
在那里读圣经也是一个很慎重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在司会这边需要有这个位置？为什么在讲道者这边要有这个位置？因为他们就像摩西一样的角色，用这样的一个位置，用这样的角色来代表，这是一个对上帝律法的尊重跟慎重。这个叫做摩西的座位。好，另外跟大家解释一下，在会堂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圣经的卷轴。过去犹太人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在圣经的翻译里面，台语堂的圣经里面，台语的圣经里面翻译说，耶稣翻开了书，一共耶稣把册掀开，其实并不是翻那个书，真正的用词是在这里，圣经的卷轴。耶稣用卷轴把卷轴卷开来，然后读里面的圣经。那这个是犹太人的卷轴。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到犹太会堂里面去看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打开来的，它其实是合起来的。那什么时候才会打开？你要读圣经的时候才会打开来。打开来的时候，由执事把这个书卷拿出来，然后放在哪里？放在讲桌上面。然后要读圣经的人，他就翻到他要读的那一段的圣经，然后就翻起来读。各位，这个卷轴它不是我们一般用的这样的纸，因为这个当然是现在比较已经好几代了，所以必须要用比较现代的纸。过去的并不是这样，过去的这个卷轴它是用羊皮或者是用这个叫做沙草纸来去做成这样的一个卷轴，所以它是用卷的比较方便。所以圣经里面，如果你常常看到或听到书卷或者是卷轴的时候，都是这个意思，它是拿起来翻开的圣经。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做什么样的事情。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耶稣所做的。16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伟大的老师，耶稣是伟大的布道家，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平常还是跟所有的人一样进到会堂去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念了神学院，或是今天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身份或角色，我们就可以不要进到会堂去读圣经，不要进到会堂去做礼拜，好像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还是进到会堂跟弟兄姐妹一起做礼拜。很多人说你看跟这些人一起做礼拜，干脆我自己在家里面读经祷告，或甚至去看一些更有名的讲员都可以。也许你可以这样，但是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并没有排斥跟人在一起。耶稣跟弟兄姐妹一样，耶稣跟所有的人一样，都进到会堂里面。他说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要在那里念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你特殊的身份跟角色，上帝给你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才能，或是你拥有很高的学识跟学位。然而我们也需要像耶稣一样，进到会堂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比别人高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比别人厉害的。也许你的圣经知识很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来到会堂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能够一起做礼拜，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那个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喜欢来做礼拜？你爱不爱来做礼拜？你觉得来做礼拜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来做礼拜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跟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祷告，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敬拜上帝，那是好的无比的。也许你会说我有自己的敬拜方式，我有自己的模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跟人在一起敬拜上帝，那是更美的。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别人也可以用他的方式。也许有人站着祷告，也许有人坐着祷告，也许有人唱诗很大声，也许有人默默的低吟。但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进到会堂，规规矩矩的进到会堂里面来敬拜上帝。
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读的这卷圣经的原文在哪里，在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大家翻开，或者是请大家直接看投影片上面。以赛亚书61章的1到2节，就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所看到的，但是里面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请大家来念一下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一起念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有读到一些小字的地方，请记得那个小字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用小字来翻译的时候，你会读出不同的味道出来。在圣经里面，谦卑的人跟贫穷的人是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因为过去古代的人，只要是你是比较贫穷的人，通常都是在社会上比较地位低的，或者是比较会被就是被撇弃或是被藐视的一群，所以他们是很不重要的，叫做 nobody 的这样的人。那很多人都不希望当那个 nobody， 很多人都希望当那个 somebody， 他希望都被人看见，哎，我是一个重要的人。但是圣经里面，耶稣却常常去看顾这些贫穷的人，所以贫穷的人又叫做谦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的8福里面，第一个福气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叫做心里贫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虚心就是心里贫穷的人。如果你常常觉得心里面是很满的，如果你觉得心里面我不用再塞一些新的东西了，因为我已经很饱了，我已经是饱学之士，那么我们就不是叫做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一个心里贫穷的人，常常都觉得我还要知道更多，我还想知道更多，我需要领受更多在我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谦卑的人是心里贫穷的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就是心里贫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节圣经，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箴言22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2章第7节，箴言22章第7节，一起念来。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为什么牧师特别要请大家念这一段？各位，我们在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主祷文来祷告，对不对？各位，我们在念主祷文的时候，有一段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感受？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过去古代的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欠债的人是债主的仆人，所以这个债权人他有任何的权利可以施予在这个债务人的身上，因为他亏欠了这个债主。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包括这个仆人或者是叫做这个欠债的人，他都是属于叫做拥有者，这个富有的人的财产。所以这里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是债主的仆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你亏欠了，你欠了债，或是你欠了这个人的钱的话，那么你就成为他的仆人，那么你就成为他的拥有物，那么他要随时要对待在你身上，都可以有任何的方式对待你。所以犹太人不太喜欢成为这样的角色，不太喜欢成为一个欠债的人。但是生活上的困境跟难处，往往会让有的人就真的成为欠债的人。所以欠债的人是债主的仆人，所以有很多人不得已一定要贩卖他自己的房屋、土地、田产，然后可能要成为仆人，或者是要在某一个人手下去工作。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制，其实我们今天读的喜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69篇33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69篇33节，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
圣经里面常常有提到一些照顾穷人，或者是怎么样让经济可以能够复苏或是恢复的一些的方法，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都提到这样的事情。21节我们来念一下，耶稣对他们说什么？21节一起念来。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样的意思？耶稣引用以赛亚这个仆人之歌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仆人宣告一件事情，他说喜年已经来到了。什么样的喜年来到？上帝要释放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不再被欠债了，让我们不再被罪捆绑了，我们已经不再亏欠上帝了。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是自由了。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他们的喜年是怎么样去运作的。所以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表示耶稣来宣告一件事情，是释放跟自由已经临到在我们的当中。上帝要释放他的百姓，上帝要怜悯他的百姓，上帝要让他的百姓得着自由，不再被罪管辖，不再被罪辖制，再也不亏欠了，因为我们已经自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耶稣来宣告我们的罪得释放，我们的生命得到自由，我们不再被罪管辖，不再被罪捆绑，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给赎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救赎，它有两个意义。救的意义就是用力气把这个东西给抢出来，或是把它拉出来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就是用钱去把它买回来，用钱去把这个人买回来，或是把这个物品把它买回来的意思就是赎的意思。所以救赎就是上帝用他的大能力把我们抢救出来，把我们抢出来，上帝用他的所有的丰富把我们给赎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完全的自由。好，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25章8到17节，这里就是提到所谓的喜年的意思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25章8到17节，今天的经文多一点，要请大家多念一下这些的圣经。利未记25章8到17节，我们来一起念一下8到17节，一起念来。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成为你的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好，先到这边哈。好，他这里提到一个事情，就是犹太人每7年叫做安息年，所以7个7年就是49年。那49年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安息年的下一年就是叫做喜年。好，所以喜年跟最后的那个安息年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安息年的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土地得着释放安息，不要再去种它了。所以在安息年的时候，不种地，不去耕种了，那所有的这些的动物都要休息了，人也要休息。最后一年是什么？叫做喜年。第50年叫喜年。喜年的时候是更大的释放，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业。如果你以前曾经欠债的，债主就要把你所欠的就要还给你了。这一切都变成要完全的宣告自由跟释放，这个就是喜年的意思。然后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角声，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听到号角？号角其实也有它的用意，号角就是在宣告喜年的来到。所以当喜年的时候，7月初10号的这一天，他们就要吹号角，表示上帝的赦罪已经来到，上帝的喜年已经来到，所以我们要完全的得着赦免跟释放。我们再看利未记25章的11节到14节，我们一起念一下11节到14节，一起念来。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们若买什么给邻舍，
或是从邻舍的手中去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有一个规定的，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不要再去种了，也不要再去操劳你的土地。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去吃自己田里面自己生的长的东西。意思就是连着2年的时间，从安息年一直到这个禧年的时候，地不再去耕种了，然后让它能够自己长出它自己可以长的东西。这是上帝的祝福，要让土地得到休息，然后每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家业里面去。从今以后，所有的人恢复那个买卖，就是正常的运作。也许我之前是亏欠人的，但是现在我回到我的地业的时候，我同样的成为一个有权柄的人，我可以去卖我的东西，我可以去卖我的田产，我可以去卖我的这个田地的出产的这些的产品，都可以。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成为自己产业的主人。过去他是被欠债的，但是现在他在禧年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好，我们最后看15节到17节，我们一起念一下15到17节，一起念来。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上帝，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提到，除了买卖要公平以外，这里提到说不可亏负，意思就是不能够偷斤减两的。然后叫做照数来买，意思就是说，假设如果这个人真的贫穷到不行的时候，他如果还要继续卖他的土地，那么买的人就要按照这50年的土地的出产来买这块土地，意思就是租约50年的时间。等到这50年之后，他就要再还给这个卖的人。好，那这50年当中，假设如果有这个卖的人他的同族的人想要赎回他的土地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按照收成的年数，就是去扣掉那个价值。比如说我在第10年的时候买，所以剩下40年的时间，那么我就扣掉这个40年的数，按照它的原来的这样的金额，再多一些钱给买的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买卖的公平，或是回到自己的家业，让卖地的人能够再回到自己的家业，回来享受自己的这样的土产的时候，那是一个让全地没有穷人的一个状态，让所有的人有机会可以再翻身的。各位可以知道，所有的人，很多的一些的有资本或是资产的人，他们常常是掌握很多的资源的，所以贫穷的人会越来越穷，然后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这个叫做不公平的状态。所以在社会的福利里面，能够按照公平，就是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业，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产业里面，重新得回那个产业，重新再得回自己该有的这些产业，按照公平的方式来做买卖，这个是最早禧年的一个定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这样的一个禧年临到在人的时候，让人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自由，按照自由的方式，按照公平的方式来对待人。耶稣的宣告不是只有在这一年叫做禧年，耶稣的宣告是我们成为一个永久的禧年，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就完全得着释放。耶稣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从上帝那里来的一个特别的禧年，完全在基督里得着释放跟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在过去的时代里面，包括在华人的世界里面也是一样，富有的人总是在他们的所处的环境跟社会里面是比较强势的，对于贫穷的人来说，他们是要常常去承受这些的富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威吓跟恐吓的。所以过去古代的人，他们确实常常是这样，富有的人可以讲威吓的话来对这些贫穷的人，然而贫穷的人却没有办法在人的面前能够正常的抬头。这个张文亮教授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不要成为爱讲威吓话的富有人，
无论我们多富有，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贫穷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什么。在上帝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比别人厉害，我比别人多，并没有。一切所有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有比别人富裕的时候，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怜悯跟恩典。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贫穷的人。就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然而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上帝眷顾贫穷的人，上帝眷顾这些伤心的人。所以诗篇的41篇第1节这样的提醒，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愿意去怜悯贫穷的人，怜悯这些谦卑的人的时候，当遭难的日子，上帝也必然来搭救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自由的讯息，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就成为自由的人，不再亏欠，不再有这些的捆绑，也不再被伤害。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主里面得着释放的人。John Stott 他有提出这样的提醒：社会责任不是只有基督徒的使命，它也是基督徒的一个信念。如果人说他信上帝，但是不爱他的邻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爱人，是体现我们爱上帝的表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喜年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喜年就是释放，让被捆绑的人可以得到自由，让欠债的人不再欠债。也许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会亏欠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得释放的人，那么我们就是让人能够临到那个喜年。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你人生当中的喜年在什么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回想我们当时得蒙赦罪的时候，那样的喜年临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而我们愿不愿意也让人领受到那样的喜年，让受亏欠的人或是亏欠我们的人，他们能够得着我们的原谅跟释放。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爱上帝的人才会更爱人。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全然得释放，所以再大的罪神都能够赦免，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已经得着自由了。所以能够得到自由，这是喜年的信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全然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诗篇103篇第3节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医治我们的罪孽，医治我们的疾病，不管是身体的或心理的，都是上帝的一个赦免，让我们可以领受那个喜年的来到，使我们可以得着真正的释放。但是恩典不是一个口号，各位，恩典事实上是有行动的。我们可以看到恩典在什么地方显出来。如果今天上帝给我们恩典，那么在财务上我们应该是一个慷慨的行动，我们能够在一些的给予的事上面，或者是怜悯的事工上面，是可以更慷慨的给出去的。在家庭当中是能够给予一个好的款待的这样的行动。你对你的家人是不是能够有好的款待对待？能不能对你的家人有更好的这样的态度？那当然，第三个就是在我们的关系上带来的是饶恕的行动。如果当别人亏欠我们的时候，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带来饶恕跟赦免的行动？愿上帝帮助我们。饶恕不是马上要恢复什么样的正常的关系，饶恕是不要让这个亏欠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所以自由，让你的心可以自由，就是饶恕的行动，让这个捆绑能够消除，让这个不能原谅的这件事情可以得到放下跟释放，那个才叫做真正的饶恕。第二个，上帝透过我们的财产要使人得帮助。上帝如果今天祝福我们，给我们有好车好房，或者是给我们有好的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罪恶。牧师真的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被圣经里面的经文捆绑，或是叫做滥用，或是解释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富有是一件罪恶，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富有是一件罪恶。如果今天上帝给你好工作，今天上帝给你好的收入，今天上帝给你好的房子、好的车子，千万不要觉得那个是不对的。上帝给我们这些好的东西，是要让我们使人得帮助。
但是如果你是拿来夸耀自己，那当然就是属世的或是属世俗的。但是如果上帝给你的，你能够来帮助人，那么它就是属上帝的。所以个人的财产是上帝所赐的，也是属上帝的。你怎么样去运用你的财产，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公义这个字，是包括要去帮助贫穷的人。所以当你看到贫穷的人的时候，你能够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当然我指的不是只有指在金钱上面贫穷的人，刚刚提到了贫穷这个字也表示谦卑的意思。能够看到谦卑或是卑微的人，我们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助？戴德生这样说：只要是与神有关的，没有一件是小事。所以即使可能我们给别人的也许只是一件小小的帮助或是小小的物品，但是这些都是对上帝来说都是一件大的事情。与上帝有关的没有一件是小事。好，第三个，懂得爱上帝的人就越懂得爱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很爱上帝，但是我不爱人，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对穷人的态度也显明你的信仰的真实和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提姆凯勒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你跟上帝的关系就看你跟人的关系是如何。所以越懂得爱上帝，就越懂得爱人；越懂得爱人的人，你才能够越懂得爱上帝。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去爱别人的时候，恐怕你也没有真的懂得去爱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爱上帝，透过爱人去显明我们爱上帝的心。所以我们的生活是透过与神的关系来建立的，并且透过与人的关系来实践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透过跟人的关系来做实体的实践。箴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欺压穷人的是辱没造物的主，怜悯贫穷的是尊敬造物的主。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那些卑微的人，看那些贫穷的人，或是看那些有需要的人，在社会上面比较没有地位的，或是边缘的人，或是比较没有被看到的人，他们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关心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上的案例。以前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帮我们打扫的一个老妈妈，她是从西藏来的。那我们很多的神学生，我们都是将来要做传道人的人，很多人进到电梯里面，看到这个老妈妈在整理或是在刷墙壁的时候，或是在整理这个环境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去关心过这个人。我所谓的关心是指没有人去问过他是谁，没有人去了解他的名字是什么，没有人去关心说他所做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是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匆匆的离开。那更恶劣的当然就是东西吃一吃之后，垃圾就直接丢给这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她在整栋大楼里面，神学院里面的大楼做了相当多年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问过她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爱人，那么我们真的就会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你今天身边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是你不认识的，或是你从来没有谈过话、没有接触过的人？这些人也许就是你生命当中的谦卑的人，或是贫穷的人。也许他们不一定没有薪水，他们不一定是真的叫没饭吃的，但是他们可能是做比较卑微的工作，或是比较不起眼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也是需要被关心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欺压穷人是辱没造物的主，怜悯贫穷的是真的尊敬主的。最后，约翰福音8章36节说：所以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是真自由了。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完全得着自由。所以洗年的意义也是叫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自由跟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年才要刚开始，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去看到我们怎么样去释放，让亏欠我们的人可以回到他自己的产业，可以回归到他正常的状态，不要再一直把别人的恶纠结在你的心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上帝帮助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从心里饶恕人，上帝也必饶恕我们。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年学习怎么样去释放，让人得自由。上帝也要让我们在属灵的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宣告这喜年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要得着完全的自由跟释放。愿你恩待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有许多人，他们是亏欠我们的，伤害我们的，让我们不自在，让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舒服的。然而主，你宣告了喜年在我们的身上，也帮助我们宣告喜年在别人的身上，好让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也能够完全得到释放，完全得自由。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真理也叫我们得自由。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我们，在今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无罪得到释放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愿我们因着神之恩典，我们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社会上正面的力量。我们今天一起来金句背诵路加福音4章21节，我们一起背诵2次。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4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4章21节。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充满我》，在新灵粮诗选第224首。
们请司宪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立志新的志向，让我们更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的行为更显出你的样子，让我们的心更能常与你对话。求主年年日日更新我们。现在我们以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起立。接下来我们有几位新朋友，我们来这边，介绍给大家。第一位是，李玉龙弟兄吗？李玉龙弟兄，还是你好，你好。还有更生团契的牧师洪清照，还有高昭志，是欢迎各位。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第二位是我们主学的家长，李凯文弟兄 Kevin 是吗？他在2楼，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等一下我们就不要再移动了，我们在原地起立拱手问安。
请坐。接下来是教会报告。今天是显现节后第3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接下来是我们快速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室内教会已经达到第2级警戒了，所以我们要严守勤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等规定，麻烦各弟兄姐妹要遵守这规定。那教会方面，教会内部其实是已经禁止饮食了，然后神职人员或是工作人员都要接种两针以上的这个疫苗注射哈。对，这个我想最近大家开始应该已经注射第3剂了。第3的话，今年教会是路加年，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是为爱走出去，请为本堂能成为爱行动的教会来祷告。下主日1月30，我们是国台语联合主日，我们邀请到了北干的卫理堂退休的郑宪章牧师来证道，那请大家要来参加。再来是我们在教会在春节期间31号到2月4号是休息的，我们为大家的出入平安祷告。那2月6号的话呢，就已经恢复成正常的主日崇拜，有2堂的崇拜，麻烦大家注意时间。再来是卫理公会总会于2月18号星期五召开年议会，选举会督及各事工委员主席，请为总会年议会顺利完成选举工作及能够选出合适的人选，为教会服事祷告。第7点，本堂6楼规划100人的中型聚会场地，目前已经有完成大部分的工程，请谢谢大家奉献支持。那截至上周还有不足的部分，那我们持续为此事工奉献祷告。第8点就是本年度的哀读经计划，1月23到1月29，我们的读经进度呢是雅歌书。那麻烦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读经计划。那么我们继续为教会的人数增长祷告，希望能够继续增长到210人。再来是今年的3月7号到3月9号，我们预计是有马祖的探宣队，希望能够成行。那么我们目前是以赵少文弟兄来担任领队，我们继续为探宣队的出入平安祷告。再来是春季的制服艺人课程已经开放报名了，请为活动顺利进行祷告，并为我们寒假班的活动进行顺利祷告。那这个我们当然是教会是跟着疫情的指挥中心的这个规定来进行哦。如果有什么异动的话，教会这边会再会公布最新的讯息。那本周6呢，其实就是再过6天之后，那因为今天是第1天嘛，大家不要误会。那上午10点在台南卫理堂会举行郭中信弟兄与刘舒雅姐妹的结婚典礼，那是我们这个刘天惠牧师的女儿跟他女婿的这个结婚典礼哦。那如果大家有这个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在我们会堂后面的公布栏这边完成登记，麻烦在星期3之前要完成登记，这样子他们可以安排座位。那再来是继续我们还有肢体消息，麻烦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边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做一点报告。那原本是应该这一周就要开始，那感谢上帝，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警觉，我们会自己来做这样的梅花座。那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真的就是正式要安排这样的梅花座了。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我们的座位后面的地方，我们会安排有号码牌，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按照那个号码牌来就座。那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弟兄姐妹为了别人的安全，那我们也是要保守自己所以无论是口罩或者是这个酒精的喷洒，请大家都还是要按照规定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假设如果有任何的情况，
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的时候，那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教会的群组，或者是我们的各小组的群组里面比如说假设如果疫情真的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必须要变成全直播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们会尽快在我们的群组里面，还有我们会电话也跟大家来做这样的联系跟通知。如果你没有在群组里面的话，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那么请你能够尽快的依照你的年龄层，然后来参与一个小组，那让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知跟知会。那我们也请各个小组也要做积极这样的预备，以后也许我们可能还是要线上的小组聚会，或是线上的教导，所以请我们各相关的同工也要开始预备做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规划。那期待我们这个疫情能够快快的经过因为去年我们很成功的还是有回到家邻的状态，希望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祷告，让他们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好让我们的百姓都能够平安的度过。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6楼的规划，目前已经是这样的收到的这样的奉献已经相当多了。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还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那我们最后我们会在1月底的时候，就是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我们之后就是教会会尽快的把6楼做很好的规划。那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所以它不单可以做礼拜的用途，还可以做小组聚会，或者是诗班练习的聚会，或是中型的场地可以容纳100人左右的一个场所。那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能够很好的来使用我们教会的场地。那我们不是只是为了现在的需要，也许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空间，那我们要为的是我们希望在5年10年后教会的够用的场地。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教会的规划跟安排做关心跟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为后面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或后面的这些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有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来使用这些的场地，让我们的场地永远够用跟有恩典。也求上帝帮助，如果有一天上帝给我们的教会这样的恩典容许做不下的时候，那么也是我们该要再去植堂跟去开拓的时候。所以请弟兄姐妹预备好，随时有可能上帝要差派我们再去植堂或是再去建堂的另外一个预备。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好好为教会祷告，期待如果上帝给我们在疫情许可能够通过，能够安全，能够上到200人以上的时候，那也许就是我们要开始要去开拓跟植堂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再生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就是要生一个小的教会出来。将来也许这个教会会比我们更大，但是至少我们是他的妈妈，可以生出一个好的教会，让这个教会的健康一直能够持续跟延续。愿上帝帮助我们。会众请起立，我们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喜年，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全人的释放，也帮助我们使人得自由得释放，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自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
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